简单就能哄到世界都在吗？尤其是在看过了这么多的惨案，虐待自身当车自杀难，谁谋杀了我的浪荡？没那么简单就能变态，别的全不管，变得小心，也许好也许坏各一半。出走慢慢，依旧也习惯，不要手段，心也不要被纠缠。感觉疯了就看东看西，感觉傻了就捏捏自己，网友写的话随便听一听，自己做决